来吧，我们继續看提案，討論一下場地的安排。好。您好，这里是调良宠物训練學校，有什麼可以幫您的嗎？你好，我是你們的客戶。我上次把我們家的柯基犬啊送到你們這兒來洗澡，結果回去之後沒幾天就開始掉毛。啊，先生，您如果確定是我們的問題，我們會負責的。我肯定是你們的問題，而且我知道是一個叫寧可風的員工給我們家狗洗的澡。您確定嗎？我確定。我要求你們公司把這種不負責任的員工給開除了。那個先生，您稍等，我們交涉一下，給您電話。那個有一個先生投訴您，說的是你給他們家狗洗完澡掉毛很嚴重。投訴我啊？對啊。什麼狗啊？柯基啊。不可能，我沒有給柯基洗過澡。而且很奇怪，他上來沒有要求賠償，要直接開除你。那我跟他說吧。哎，那個先生你好，請問您是要投訴寧可風嗎？是我要投訴你。您是什麼時候帶你們家狗來我們這兒洗澡的？好像是上周吧。上周嗎？那請問上周幾呢？上周六。好啊，你要開除我，你看我怎麼解除你。杨大偉，你別演戲了。你要再演戲，你就等我回家再演啊！我老公啊，特無聊。那我就等你回來，咱們再說。瘦了。我吗？黑眼圈都重了。